从他的两侧袭击他，一定会得手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；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夜空清起，告诉你们主人，我去有一定气啊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；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哎，别看你在唐药府里称王称霸的，站在你面前的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他可是来取你性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大圣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可好啊？没问题，齐天大圣来也！这个时候你接着走。我看你不要睡。干嘛呀？喂，孙悟空，你为什么不还手啊？我还着呢。别见人在那吵吵闹闹啊！孙悟空，哎，他是谁啊？怎么穿着你手下的衣服？这个问题现在还重要吗？快跑啊！陆金汉，别跑！孙悟空，你别想跑！我说过了，再见到你，我得杀了你！哎呀，青霞姐姐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放过我吧。等等，你能认得出来是我？此刻难道我不是紫霞的脸吗？当然了。那你说我是谁？哎呀，青霞姐姐，你不要玩我了，你不要冲动啊，气大伤身啊！你在这里慢慢冷静一下，我们先走了。奇怪了，之前我还变成紫霞，难道是错觉吗？还是……哎，站住！不媚果，难道是因为他？他让你停你就停啊？对呀。哎，你的手下怎么变成个女的？这个说来话长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你说我听。没跟你说话呀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既然没什么的话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等，其实我离开你就是因为他。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什么看呢？没见过美女吗？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高鼻梁，樱桃嘴，杨柳细腰，纤纤素手。确实是个美人胚子。那当然。可你是这么肤浅的人吗？你只爱她的外在吗？是啊，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啊！你没听说过吗？男人都是视觉动物。话是这么说，可
我相信你不是，因为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。那你真是听错了。你知道什么叫笨女人吗？啊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是相信男人的女人。在遇到春30娘之前，我一直都在虚度光阴。少来！等等，你说这话是真心的？对呀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到真诚了吗？青霞，你呢是个好姑娘，只可惜遇到了我。怪我，就怪我当日太傻太天真，信错了。孙悟空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们所有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跟我没关系啊！快跑啊！秋生不要跑啊！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哇，你个香蕉，又是你啊！哎，什么？你让我看看，你和我徒弟长得好像啊！你是不是悟空啊？让我看一眼。你饶了我吧！你真的是悟空？悟空啊！师傅好想你。哎，你看你现在好帅呀！你终于进化了，你长得真的好像一只猴子。师傅好想你，过来。师傅，原来他们是师徒。哎呀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有没有喝酒？有没有吃肉啊？你知不知道师傅啊？你这师傅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潇洒。师傅不潇洒，岁月不饶人呢。时间是把杀猪刀啊，师傅的皮都松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师傅，哎呦，我又在跟你叙旧，眼前这个姑娘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回去。30娘不要怕，齐天大圣来救驾。师傅等我去救回。一段时间不见，悟空真的长大了，都会主动去帮助别人。接
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路向西，肯定可以造福很多黎民百姓。哎呀，终于跑出来了！这是哪儿啊？哎呀，应该还在曹阳峰附近吧？不过你放心啊，这肯定离开蟾蜍谷了。不会再有蟾蜍了吧？哎呀，放心，有我呢。有你我才不放心啊！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没事吧？你的手好软。不要脸，又吃我豆腐是不是？刚刚的事还没给你算账呢。喂，你别装了，起来啦！喂，孙悟空！哎，孙悟空，你醒醒啊！孙悟空，好烫啊！孙悟空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！哎呀，我徒弟说了，他会回来的。我说你们不要着急，陪我一起等一下他，好不好啊？你上火啊，要注意饮食，不要吃太多肉。还有，不要太主动了。我呢很慢热的，很容易就会害羞的。你徒弟不会回来了。啊，这谁呀？哎，你不记得我啦？我们曾经在古墓有过一面之缘啊。千里来寻，应是朋友，朋友不说了不好走。啊，小绿！哎呀，你这个长相很有个性啊，真的是。你要找徒弟？嗯，我帮你。好。你干嘛？你发烧了？我帮你把衣服解开，给你擦在身子降降温呢。其实啊，只要你这座冰山抱抱我，我就立刻降温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？自然界呢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定律，如果你的同伴病得很重，会拖累你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你就会把他抛弃，然后一个人走。这不行啊！春春啊，你想想啊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谁替你赶走那些癞蛤蟆呢？你就不能不这样油嘴滑舌吗？啊，那既然这样，春春，那我们还是走吧。这里荒山野岭这么冷，一个人女孩子晚上容易生病的。你怎么没事吧？你不能够这么逞强的。算了算了，今天走不了，明天再走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儿吧，好不好？这样好吗？你不怕我？滚蛋！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唉，多么好的机会！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每天戴着一个面具示人，不累吗？我呢，观察你很久了，虽然你每天都嬉皮笑脸的，油嘴滑舌，可是你心地还是蛮善良的，至少对我这个刚刚认识没有多久的人，就能够舍命相救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每天这样油嘴滑舌的？因为如果我不这样的话，你们就会更死心塌地地爱上我。
我跟你说个事情啊，谢谢你。我这个人呢，很少被人关心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还有，我也谢谢你，把我对别人的关心看在眼里。我总是被人骂惯了，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事。哼，如果要不是你告诉我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。谢谢你，给我一个这样好的人。冬雪唯有残留，花开如酒。如果我不杀你，该有多好！真希望500年后，我们还能这样相依而眠。哎，哥，你2位菜，慢用。小二，拿酒来，我要喝酒。我看你这种情况也不适宜喝酒，不如您尝尝我们小店小。我要喝酒就喝酒，你也管我？不敢，哎呦不敢！少废话，快去拿酒。哎，好好。连你也想欺负我？您的酒。小二，来碗喝的。美女，美女，我这有，喝我这碗吧。美女，一个人吗？你到这来干什么？仕途险恶，北风凛冽。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想找一个栖身之所，歇息一下，洗洗身上的风尘。哟，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，可以洗去一身的风尘。好啊。姑娘，不要去，你这一去可是羊入虎口。谁是羊，谁是虎，还不一定呢。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；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杀人了！好险，好险，还好跑得快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没命？要是让这个春三师娘帮我对付至尊宝，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春三师娘？是啊，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。那你顶着铜钱干什么？不拿下来啊？不行啊，铜钱落地，人头不保的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我听说这个春三师娘已经放弃了狠话，要血洗我们斧头帮。我觉得作为神贼，不应该坐以待毙。
要主动出击。那就主动出击啊！二哥，我们叫斧头帮，为什么却用刀呢？因为刀比斧头快呀。哎，二哥，你说春30娘为什么叫春30娘，而不叫春13娘？因为春13娘有人叫了呀，笨蛋！啊！哎，二哥，春30娘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吗？那当然，所以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哎，二哥，什么又是智取呢？我们把刀磨得又快又亮，又快又亮，趁着黑夜悄悄潜入，悄悄潜入，趁他睡得神魂颠倒，神魂颠倒，把他的衣服割烂。这样他就没有衣服穿了，我们就制服他了。二哥真是聪明啊！万岁！喂，你压着我衣服了。抢劫啊！抢劫！快跑！留手！走啊！你们敢再走一步，我就亲手掐碎他的脑袋！哼哼！不准跑！弟兄们，我们在一起做山贼这么久了，正是因为我们不抛弃，也不放弃，所以我们才叫斧头帮。今天我们跟这个女魔头拼了，斧头帮众人听令！2、3，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滚开！说吧，你们是哪里来的淫贼？我们不是淫贼，是山贼。哼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倒像个淫贼。好啊，哪里来的山贼？我刚刚有讲过哎，我们是斧头帮的。斧头帮？什么？你们这么多人竟然都输给了一个女的，而且她现在还住在我们帮里。帮主，我们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呀，
看来这个事儿只有帮主您亲自出马才行啊。知不知道你们输在哪儿？我知道，因为二当家压住了春三十娘的裙子，我们没有办法割烂她的衣服呀。错就错在我们身为斧头帮，但是我们却用刀不用斧。大当家英明啊！大当家英明啊！为什么连你们有这点脑子都没有？我明天就去灭了他。那我们今天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傻？他一定以为我今天就会过去把他给杀了。哎，我偏不。你知道什么叫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吗？我知道你们不知道，所以呢，我跟你们说了，今天呢，睡觉。大当家英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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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女侠愿意帮我除掉至尊宝，我愿率领斧头帮众人为女侠当牛做马。那至尊宝果真那么厉害？当然，就连昆仑三圣都命丧于他的手下，我看也只有女侠才是他的对手。好啊，那我就去你们斧头帮会那个至尊宝。留手！走啊！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休息一下。哎，昨晚那个怎么样？这种事情能不能不要在公共场合讲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？谁没个第一次呀？是不是？讲讲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？哎呀，说正经的，到底怎么样？打个分。满分5分呢！我告诉你，反正呢，没过多久就到了。你们这些女啊，身体够可以呀！啊，搞得我们这些男的都受不了了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？我们说的是前站，快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借款还是找前站，急速审批，急速到账，就是快。借钱上前站。在下斧头帮帮主，外号玉面飞龙至尊宝。久闻春30娘大典，如雷贯耳。请问30娘驾临敝帮，有何贵干？我想在这儿逗留片刻。逗留片刻是多久？2天3夜，也可能是30-50年。总之啊，我要等的那个人出现，才会离开。我怕你没那么长命。
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先问问我这帮兄弟。这帮吃里扒外没义气的家伙！你们以为跟他求饶，他就会放过你们吗？啊！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那么没有用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跟他拼了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既然他们肯跪下来求我，那么他们的性命就暂时寄存在我这儿。至于你嘛，你可真有骨气呀！孺子可教，让他们把脚底板洗干净，等我。脚底怎么有个疤？我这个不是疤，是泥巴。拖下去，洗干净，否则把脚砍掉。我自己来。让他去洗脚吧。啊？让他洗澡？要洗澡，这么刺激啊？要洗澡，还要刺激，这个纯粹是良心会叵测。你小点声行不行？啊，我们作为山贼，怎么能怕一个女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一只脚黑，一只脚白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每天风吹日晒，有的时候还只晒一边。拖下去，给它磨皮。啊！要磨皮啊？要去皮？还要扒皮，太可怕了！洗干净了，再扒皮，难道是要吃了我？怎么脚上有只眼睛？这不是眼睛，是鸡眼。挖了。挖了。啊！要挖鸡眼，还要挖眼睛啊！这个女人简直就是蛇蝎心肠啊，帮主！帮主，虽然你做我们老大没有多久，但是我觉得我表示忠心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你快跑，我掩护你。一日做老大，终身是你爸，我怎么能够放下你跟兄弟们独自开溜呢？是不是？帮主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占我便宜啊？你占我便宜就算了，啊！你居然还想霸占我的肉体，你摸什么呢？废物！要跑我不得拿点盘缠再跑。帮主，来不及了，你快跑，我掩护你。啊，快走。行，帮主，我先走了。快走啊！再见。你是冲我来的，对不对？有病啊你！找死！我没病，你不要诬陷我。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想过要掩护我们帮主逃走，帮主也不会抛下我们这帮弟兄们的。我们帮主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，要走也只能是从大门走。
我愿意为兄弟们而死，我也死而无憾。我怎么会扔下我的兄弟们不管呢？帮主，说得好，我会记得给你烧纸的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你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为什么不让我检查？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想跑。想跑？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，不行！我这么多兄弟在那看着我，你让我一个做老大的幼儿怎么混？我求求你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回房间吧。想什么呢你？来吧。神经病！你怎么这么多毛啊？我天生就这样，哪儿都毛多。你是不是要都看一遍？哼！你还想让我看哪儿啊？我开玩笑的，其实我只是头跟脚底板用毛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刚才的服务，给我来个全套一条龙的。我不要刺激，我不要扒皮，我不要挖眼睛没想到春三师娘是一个这么体贴的人，洗脚底板、磨皮、挖鸡眼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服务，是吧？干嘛要搞得这么严肃，大煞风景？真正的服务才刚刚开始呢。是吗？救命啊！来人，他走火了！他的脚底板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想知道我脚底板有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那么冲动，行不行？那个臭猴子有金刚不坏之身，看来火对他没有用。虽然我玉树临风，但是我也是人，你知道吗？没道理呀！不可能啊！再来！排山倒海！果真不是那个孙悟空，浪费老娘的时间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你们不分昼夜去查看经过这里的人。查什么？查他们的脚底板。如果发现有3颗痣的人，立刻通知我。看什么看？戳瞎你们！
复活。雨帆。